感谢上映哦，咱搁来看讲有愈来愈侪少年人会贷款去买车，也是改车，嘛造成真侪乱象。就立委建议讲，应该限制用租公司的业务范围。哦，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立法院就表示讲，贷款毋是金融特殊的行业哦，大部分服务的对象拢只是中小企业，只有车贷甲新买后付钱，佮甲个人消费有关系哦，会来要求业者着爱遵守自律的规范甲内部的管理。去年网络顶真情的动画，山道教的医生讲出少年人因为借钱方便，开钱超过伊负担的能力，欠一大堆债务。引发各界对用租公司设法性的质疑，敢有必要大幅度限缩用租租赁公司借贷业务？针对这点，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立法院表示，借贷毋是金融特许的业务，租赁公司要受存在价值。变相让债务人陷入以债养债那超贷的陷阱。依照民法最高利率是16，依照它的风险的属性，在16之内去收取，基本上是并没有违反。那就是在过程中，它中间的，比方说你的违约金，或者说你违约的时候，你另外再加计的这个利率，有没有让消费者在一开始就知道？是在这一次整个的调整过程中特别要去重视的。黄天木表示，租赁公司5大业务内底，有3项是对中小企业提供服务，针对车辆用租，也有成本后付产生的争议，目前透过内控作业厅书、甲租赁工会等的自律规范来做处理。另外，亲像放档内甲收违约金拢毋对，拢已经有要求自律规范内底爱充分说明。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到今年1月底为止，北京公共银行对用租租赁业贷款余额合计有1359亿外。民间的融资租赁业提供企业还有消费者经营业务或者是消费资金的需求，它的营运资金部分是由公股银行提供融通。对于贷后的资金用途与银行核定用途不符的时候，银行可以依照契约视个案的情形酌情办理。张翠芬强调讲，公共银行对报贷的案件，拢有照受信业务相关作业规范，嘛爱斟酌用租租赁业营运特性，做好报贷进程交易查证。借贷了后，对总管理落实责任受信。记者综合报道。